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靈異集，我係姐夫。今日同大家講嘅案件係馬來西亞史上最震撼嘅命案之一。2006年10月，一個蒙古籍模特兒喺雪蘭州森林被人用C4炸藥炸到粉身碎骨。當時呢單案件牽涉到政商高層，引起國際關注。案件拖咗成18年，到2024年先至有新進展。究竟呢個28歲嘅靚女點解會慘死馬來西亞？佢同馬來西亞政壇有咩關係？點解兇手要用軍用炸藥毀屍滅跡？今日姐夫就同大家抽絲剝繭，拆解呢單震驚全國嘅 Autentuya 命案。Autentuya Shari Boo 1978年出生於蒙古，靚女一個，做過模特兒，又識講多國語言，包括英文、俄文、中文同法文。佢唔係普通女仔，而係一個好有野心嘅女人。遊走於國際商業圈。2004年 Autentuya 認識咗馬來西亞政治分析師 Abdul Razak Baginda， 兩個人開始咗一段情侶關係。Abdul Razak 當時係政壇紅人，同時任副首相納吉有密切關係，仲係法國潛艇軍購案嘅中間人。2005年到2006年期間，馬來西亞同法國進行緊一單價值超過10億美元嘅潛艇軍購交易。而 Abdul Razak 就係呢單生意嘅顧問。據聞 Autentuya 幫手做翻譯同中介工作，所以佢知道好多內幕消息。但係到咗2006年中， Abdul Razak 想同 Autentuya 分手，佢俾咗一筆錢想擺平佢，點知 Autentuya 唔收貨，佢話自己應該分到更多佣金，因為佢喺呢單軍購案入邊幫咗好多手。2006年10月， Autentuya 由蒙古飛嚟馬來西亞，目的就係要揾 Abdul Razak 追數。佢直接去到 Abdul Razak 屋企門口鬧事，令到佢好尷尬。Abdul Razak 經事件越鬧越大，於是報警話有人騷擾佢。呢個時候，兩個特別行動部隊嘅警員 Asila Hadri 同 Siru Azhar Umar 就介入咗呢件事。呢兩個警員並唔係普通警察，佢哋係納吉副首相嘅保鏢。2006年10月18號晚，Autentuya 同朋友喺吉隆坡一間餐廳食飯。食完飯之後，佢哋準備返酒店，但係當 Autentuya 行出餐廳嘅時候，有幾個人突然出現，將佢強行拉上一架車。佢個朋友想阻止，但係對方人多勢眾，完全冇辦法。Autentuya 就咁樣喺鬧市中心被人擄走，之後就再冇人見過佢。根據後來法庭嘅證供，Asila 同 Siru 兩個警員將 Autentuya 帶到 Shah Alam 附近嘅一個森林，喺嗰度佢哋向 Autentuya 開槍，然後用 C4 軍用炸藥將佢嘅屍體炸到粉碎。C4 係一種好強力嘅塑膠炸藥，通常只有軍方先至有。爆炸之後，現場基本上乜嘢都冇剩，只係揾到少量骨頭碎片同衣物殘骸。用呢種方法毀屍，明顯係想令到屍體完全消失，冇辦法做 DNA 鑑定。Autentuya 失蹤之後，佢屋企人好快就報警。蒙古政府都好關注呢件事，向馬來西亞政府施壓，要求徹查。警方喺森林搜索咗好幾日，終於喺10月20號揾到爆炸現場。法醫從碎片度提取到 DNA 樣本，確認死者就係 Autentuya。呢單案件即刻成為國際新聞，因為涉及嘅人物太敏感，警方好快就拘捕咗 Abdul Razak Baginda， 指控佢教唆謀殺。同時，兩個警員 Asila 同 Siru 都被捕，控以謀殺罪。2007年，案件正式開審。控方指出 Abdul Razak 因為俾 Autentuya 糾纏，於是叫兩個有權有勢嘅警員幫手解決佢。而呢兩個警員為咗討好上司，就用咗最極端嘅手法，將 Autentuya 殺害並毀屍。審訊過程好戲劇化。Abdul Razak 嘅律師團好強大，佢哋成功論證 Abdul Razak 冇直接證據顯示佢教唆殺人。2008年10月，法官宣布 Abdul Razak 罪名不成立，當庭釋放。呢個判決引起好大爭議，好多人認為係有人喺背後操控司法。至於兩個警員，佢哋嘅辯護就冇咁好彩。雖然佢哋堅持話自己只係奉命行事，但係法庭認為證據確鑿。2009年4月，High Court 判兩人謀殺罪成立，判處死刑，但係佢哋上訴到 Court of Appeal。2013年，法官推翻原判，話控方證據唔夠充分，
兩人獲釋。呢個判決又引起更大風波，控方繼續上訴到 Federal Court 聯邦法院。2015年1月，Federal Court 推翻 Court of Appeal 嘅判決，維持原判死刑。判決當日，Sirru 已經逃離馬來西亞，去咗澳洲尋求庇護。澳洲政府拒絕引渡佢，因為澳洲法律唔容許引渡可能面臨死刑嘅人。Sirru 一直被扣留喺澳洲移民拘留中心，直到今日都仲喺度。而 Azila 就冇咁好運，佢喺馬來西亞被收監，等待執行死刑。但係2018年，馬來西亞廢除咗強制死刑，改為由法官酌情判決，咁樣令到 Azila 有機會減刑。呢單案件最詭異嘅地方就係動機同幕後黑手到依家都未搞清楚。點解要用 C4 炸藥？呢種軍用炸藥唔係普通人拎得到，一定係有軍方背景嘅人先至有。兩個警員係副首相嘅保鏢，佢哋點解會為咗一個政治分析師去殺人？佢哋真係自己嘅主意，定係有人指使？2019年，Azila 喺獄中突然提出新嘅證供，佢話當年殺人係奉納吉嘅命令，因為 Autentia 同納吉有個不正當關係。而且佢知道太多潛艇軍購案嘅黑幕，呢個爆炸性嘅指控令全國譁然。納吉當時已經因為1MDB 醜聞被控，呢單舊案又被翻出嚟，但係納吉堅決否認，話 Azila 係想減刑先至亂咁講。2024年案件又有新進展。Sirru 喺澳洲接受訪問，佢話自己同 Azila 只係奉命行事，真正嘅幕後主事另有其人。佢話如果佢返馬來西亞，佢會公開所有真相，但係佢都知道返去馬來西亞等於送死，所以佢寧願繼續困喺澳洲。姐夫睇完成單案，覺得背後一定有更大嘅陰謀。一個蒙古女人點解會同馬來西亞嘅政商高層扯上關係？佢係真係為咗錢，定係佢知道咗唔應該知嘅秘密？軍購案涉及嘅金額咁大，佣金分配一定好複雜。如果 Autentia 真係參與其中，佢可能知道邊個攞咗幾多錢。呢啲資料對某啲人嚟講就係致命威脅。Autentia 嘅家人到依家都仲係為佢討公道，佢個仔依家已經成年，都仲係希望有一日可以知道真相。呢單案件已經拖咗18年，但係好多疑點依然未解開。如果大家對呢單案有咩睇法，歡迎喺下邊留言同姐夫傾。記得訂閱靈異集，下次再同大家拆解更多馬來西亞嘅懸案同奇案。拜拜。